来，这位是艺人尤胜，2年前牵涉到性骚扰，好爸爸、好男人的形象大并且演艺事业全部喊停。随着官司结束，伊昨伫咧 YouTube 频道宣告复出。伊讲伊已经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真心忏悔，为着家己甲囡仔会变做更较好的人，伊嘛伫咧镜头前甲大众回信咧。我想要跟所有频道的观众，以及所有曾经非常相信佑胜的你，说对不起。一句实咧，想要甲受害者疗伤艺人尤胜，因为性骚扰案已经真久无出面啊。如果犯了法，就应该努力负责，勇于面对；而犯了错，最重要的是，就只有真心忏悔，努力改过，永远不要再犯。昨头一摆复出标题写中客频道重新出发，伊穿白衫，拍算要挽回破灭的形象，强调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非常感谢法官给我机会，让我重新悔改。尤胜被判8个月，假罪5档，大向公库支付200万，还阁学习治疗付出代价。不过网友无认同，纷纷写讲犯罪零容稳，检讨真好，不过唔能够出现啊，无认同嘛无适合，趁这方法真济，唔能够受害者生气，更加叫伊退出演艺界。我明白会有很多人不认同，以及不想再看到任何关于我的讯息，我都尊重，也虚心接受。从今以后，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也为了你们，我会非常努力，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因为官司已经结束，尤胜想要东山再起，不过田里锁过有痕，因为演过行为都要承受代价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